以日本地名前进仍有排日情感的大陆展店能被接受吗？品牌设计总监吴宏淼用创意一刀切开历史窠臼，为台商客户的餐厅借来东风。日本许多的文化都来自于唐朝，所以我们找到了杜甫的一首诗：“绝代有佳人，幽居在关山。”其实我们稍微调一下，就把代官山定好。擅长找市场定位，再专精切割，客户迅速拓展20家店。另一个汽车品牌前进对岸也找上吴宏淼。那大陆叫大鹏鸟，在美国叫老鹰。那因为我们就去了解，哇，大陆那个豪迈的、广阔的、辽阔的一个环境，车子那个驰骋的意象。要顺风而行，得先掌握风势。吴宏淼跟着台商脚步，研究如何让台湾品牌异地求生，站在有利的起跑点。我应该会还是选择有台湾的 value， 台湾价值的 value 来 link 产品，所以我非常看好我们自己台湾整个的未来的发展。在不同消费形态下找到情感和价值认同，吴宏淼从品牌趋势看两岸连结，创造题材找商机。进入中国市场其实都是跟着我们的业主，不管我们的汽车、面包、服饰或者是鞋业等等，所以因为这样子，我们也能够去了解大陆的消费趋势啊，或者是生态，所以大概是从这样子来切入。所以做几久诶？做董久诶，董多年诶。做多久？20年诶，20年，就是做很多年了，真的。这几年大陆品牌蓬勃发展，大家说因为它有广大的人口作为一个量的支撑，而台湾品牌呢，我们靠着质、靠着创造力、靠着文化力，慢慢走精致路线。而现在前进大陆市场正要发展的，也就是把台湾的质跟大陆的量做一个密切结合。做几久诶？多年嘞。做几久诶？多年嘞。